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31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一个76岁阿伯赛车弄死一个乌托派的骑士，佮一路弄到过路人甲电火条啊。初步调查，伊无食酒，嘛无食毒赛车。辽国山东救援的行动传出好消息，目前救到5个人，也有2个人下落不明，要继续伫咧找人。 高雄警方昨昏伫咧巡逻的时阵，发现一台乌托派违规。要甲抓落来的时阵，对方竟然油门催泪，一路违规劈车逃走。后来抓到这个人，才发现讲，伊毋但是毒品甲诈欺的通缉犯，还佫食毒赛车，随照公共危险等罪嫌来上班。也若交通违规的部分是甲伊开出28张的罚单，罚金的总金额拢总是23万外。 警方酷着对于到巷仔内甲大楼总算抓到毒驾佮拒绝临检的查甫人。高雄凤山警方伫30暗巡逻的时阵，看到一台机车违规正话准备拿走，想要到机车煞加速逃走。警方抓到人了，伊则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并嫌从此遭高雄及台东地检署发布诈欺毒品通缉，现场并查获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纸及电子烟设备。 唾液检验也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四名的查甫人毋但毒驾，佮违规弄红灯正向赛车。警方照道交条例开28张罚单，总金额23万外。嘛查到机车毒驾继续增加。高雄交通大队30日公布上新的毒驾累犯名单甲相片。屏东李港是沙洲重要的产地，警方伫第27、第3线顶大卡车的路线拿检，要防止毒驾。 将持续常态性针对大型车出没热点、不定时不定点执行强势路检，呼吁运输业者应落实所属驾驶人管理，驾驶亦切勿心存侥幸。为了防止毒驾，警方加强执法，各部会嘛咧研议修法。不过学者讲，抓毒驾虽然会当即时看到功效，不过干那办法也无够。会碰这个东西，有2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不快乐，身心不健康。例如家暴、亲子关系不好，家庭根本没有什么管教或者是保护的功能，这些才是大重点。家庭、学校的教育，这些都是会影响孩子观念跟他的行为的选择。所以这部分是要政府要去留意的。学者认为，政府除了爱建构社会安全网，嘛爱扩大调查毒品的买卖运送，甚至爱要求特定营业场所的业者负起监督甲通报的责任，做伙实施来减少食毒的人口，才会当治标搁治本。记者综合报道。 带各位乡亲来看，今仔日正式实施的一个新的制度，爱通过体检甲安全教育，才会当换驾照的年岁，即嘛降低到70岁，因此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也若昨昏暗时啊，伫咧台中有一个76岁的老阿伯，伊赛车弄死对向一个骑乌托邦的人，然后佫一路弄到过路人，弄到车甲电火条啊，落尾手规台车全咧并去。初步认定，伊是无食酒嘛无食毒赛车，也若详细原因也要调查。 路口监视器翕到弄到的瞬间，迄当时这个路口就去红灯，也毋过对向突然有一台轿车，无减速也划过上黄线，冲向对向的车道。对面有一位骑机车的人惊险闪过，也毋过上头前的一位姓林的查甫技师由员方正面大来弄。不要停！至少来一条的。 真大弄击的力度，互惹所轿车当场变过，更加影响路边的机车行甲停放的车辆。参另外一位过路人现场零件是刷到龟头卡。30暗9点半左右，台中市美顺路2段甲公园街口发生这件轿车反向冲撞的事件。38岁姓林的骑士头重伤严重，当场失去性命现象。虽然消防队将伊救出来送医，也是宣告死亡。 你看红绿灯的变线箱撞到里面去了。肇事男子无酒驾、无毒驾行驶，详细的肇事原因待交通分析研判。警方初步了解，76岁姓曾的老大人，去年才拄依照旧的规定通过检查，完成换发驾照，即马煞也是发生事故。为着确保高龄驾驶的用路安全，交通部修正的高龄换照新制，伫5月31日实施。新制会针对高龄驾驶人实施各项业备体格检查，加电子功能的监督，将年纪下修到70岁，毋茫透过更较完善的评估机制，有效降低高龄驾驶的事故风险。 政府可以知道客观的驾驶人身体状况到哪里，另一方面，受测者也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状况到哪里。换照是
给驾驶人一个自觉啊，让他知道说他现在的状况到哪。林郑还表示，这项措施并不是剥夺中驾行的权利，而是透过系统化的评估，让高龄驾驶者掌握自身状况，也让政府更加有效来管理驾驶人，同时也对缴费驾照人提供更加侪诱因，确保交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减轻民众税厝的负担，进前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不过，内政部打算为明年开始，这条钱要由中央甲地方做伙来负担。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台北市长蒋万安就随跳出来话讲，其实真侪县市政府拢无同意这个政策，因为这袂属是中央话要请，说是叫地方来纳钱。我们一年有发300亿元呢，帮学生租屋、就业租屋。我们都有补贴，家庭租我们都有补贴，有几十万人有受惠。中央推动300亿厝税补贴政策，编号符合资格，每个月就会当补助2000到8000。照国土署统计，目前全国租金补贴核定的户数大概有85万户，其中台中市19万，新北市13万，过来是桃园、高雄拢超过10万。原本拢是中央支出，不过内政部这建议2027年开始要回归中央地方做伙分配。租金补贴中央这个政策，其实从2022年开始一直都是中央来全额支应。今天要改变这样的机制，由地方政府来做部分的负担，我想许多地方政府都并不同意，所以也不要让人有这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感觉。国土署讲，2022年到2026年之间，国家整体经济表现好，财政较量上，再由中央全部负担。财委法修正了后，中央会当运用的财源减少，规划照各县市财务分级，由地方分配1成到4成，照分配计算表。六都内底，台北市负担4成，大概19亿上侪；台南市是1成上少。倘若116年度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自筹经费，恐造成市府财政负担，影响市府其他社福政策的推动，故建议中央考量仍维持全额补助。同市长张善政讲，租金补贴是中央的政策，地方是斗3工发放补助款，即摆向阳叫地方分配，所有县市拢会跳起来。台南市长黄伟哲嘛认为，租补会执行，希望会当兼顾福利政策甲地方财政的稳定。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基站的诊所，拜六礼拜有开的，拜六差不多是8成，礼拜差不多是2成。为着改善医师人员高工时的这个问题，健保署按算要降低基站诊所的门诊量，也佫有营业的时间。不过这都有人烦恼讲，安尼敢是鼓励诊所拜六礼拜休困，安尼大家又佫会撞去大型的病院咧。健保署讲会密切来监控，若有必要会暂停这个措施。破病也未少人会先去基层诊所看诊。台湾基层诊所看诊率，即马拜六达到83%，礼拜二有大约20%，相对偏悬。为了改善医师人员高工时问题，健保署建议调整基层诊所合理门诊量制度，将即马逐个月合理开诊天数由25日下修到22日。第一段看诊人次也都是专家给付诊所，由30人提悬到35人，上紧7月初1开始实施。这个是一个正面的事的哈，因为我们基层医师呢，难免有时候假日要进修，基层医疗院所绝对不会因为说调为22天之后呢，我们就变成真的周休2日了哈，因为这是一个很竞争的一个医疗市场。即卖制度，逐个月合理开诊天数25日，专家检测费名额有30人。若讲有医师逐个月看诊2500人，即个月开诊25日，每日看诊100人，无摕到专家检测费的是每日70人。一旦下个月只开诊20日，每日无摕到专家检测费的诊数达到95人，点数大大减少，所以多数诊所拢会偏向开业满25日。若讲现在实施基层诊所，伫逐个月22日来达到标准，就会当得到每日35人的专家检测费。外加改图，调一礼拜休2日的方向迈进，也过也引起医疗主管减少的烦恼。那现在虽然已经有假日急诊中心，但使用率低，且仅在部分县市试办，据点也不足。除了持续监测各地周末的开诊率以外，
各应设定明确的下降警戒线。医疗团体呼吁，针对可能出现的拜六检诊冲击，要有完整配套的措施。健保署表示，有定监测指标，佮密切监控。那开诊对讲，会由医师公会专联会协助每合诊所，另外甲医界达成共识，必要时暂停措施，监保保障民众就医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辽国山洞救援的行动，即马传出好消息。有7个去山洞要挖金矿的村民，因为水崩山吊伫咧遐超过10天，目前有救到5个人，也有2个人下落不明，即马要继续伫咧找找。受困伫山洞内10天，总算会当脱困，得叫村民话声欢喜，甲话是口出声。就伫现场几若天的家属甲救援人员，心内是又搁着惊又搁欢喜。30下晡，唱水员原本准备搁要进入坎坷弯曲弯弯的通道展开救援，想袂到4个村民竟然家己走出来，互现场的人上欢喜甲。นาฬิกา30 นาทีพบเป้าหมาย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ตอนนี้พบ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พบแล้วเดี๋ยวทั้ง5ท่านนะครับอีก2ท่านยังต้องตามหาต่ออีกนะครับพบแล้วครับเดี๋ยวอัปเดต救援团队分析讲，这几天持续按山洞甲水抽出来，互通道的水明显减少，真有可能是这4个人会当家己出来的重要关键。这件意外是发生在辽国中部赛宋文性良镇的山区。根据了解，这寡村民为了找找金矿，再走入去山洞内底，想袂到拄到山顶落大水后，水崩山甲山洞的出口封起来。大水嘛直直淹入去山洞内底，爱一个村民下府走出去讨救援，政府单位才知影有人掉伫山洞内底。因为山洞地形复杂，辽国要求国际协助。不参加2018年泰国昆明林山洞救援行动的泰国救援团队，嘛招芬兰、马来西亚、日本、澳洲、法国甲印尼等国的资深山洞唱水员来搜救。顶礼拜三，泰国甲芬兰唱水员大成入去山洞内底，找到5位村民。先提供食米甲水，互因使用，然后搁伫29暗成功来救出其中的1个人。不过，还有2个村民比这5个人搁早入去山洞内底，目前是下落不明。救援团队讲，会持续评估洞内环境甲天气的变化，调整后一阶段搜救的计划。同时，阵卖派另外1组人员按山的另外一边找找可能的入口，希望会当赶紧找到失联者的下落。公视新闻陈秋梅编译。在1945年的今仔日，宜兰因为二战去互美国用炮弹攻击。为着纪念这段历史，今仔日伫咧历史现场，也就是中山公园办音乐会，邀请乐团写歌，唱出迄段历史，希望将历史的伤痕化作和平的力量。公司金宝社开场，宜兰小路啊乱龙乐团演奏根据二战历史来谱曲作词的宜兰大埔剧乐曲。音乐节奏为柔和变甲上标，乐团伫演绎另外一首调子部分乐曲，以加紧节奏来描写过去二战时期的场面。1945年5月31日，台湾宜兰市因为二战遭到美军炮击，俗称宜兰大埔剧。宜兰县青年行动发展协会为了纪念这段历史，31日伫历史现场中山公园举办音乐会。那想说借由这样的纪念杨继三老师，然后也同时纪念我们2次世界大战这个轰炸的这个过程，然后希望也唤起大家对和平的重视。音乐会除了邀请小路啊乱龙乐团演绎大部法历史学者张文仪也到场介绍这段历史。那个炸弹没有直接中到防空洞，但是因为震动力，那个土啊压下来，瓦垮都窒息死掉。当年努力伫研究大埔剧历史的文书工作者杨继三立威松也到场，未少朋友献花舞会人士用默哀向研究者甲大埔剧史者致上相关的谢意甲思念。根据历史学者调查，宜兰大埔剧范围包括今麦的整个宜兰市，美军分轮批轰炸，死者达到200多人。协会希望透过音乐会，将历史的伤痕转化做和平的动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为非洲坦尚尼亚来的学生摕到大大的博士。今仔日伫咧毕业典礼的时阵，伊致辞，伊讲囡仔时代厝内真善车，后来因为丁果德博士帮助伊来台湾读册。即马伊出业啊，希望会当回乡去一间学校来帮助更较侪囡仔改变命运。
台大毕业典礼举行，徛伫台顶穿朴素衫的身影特别引人注意。来自东非坦桑尼亚的内森，摕到环境工程研究所的朴素学位。不过，伊的起点却是离台湾1万公里之外，一个连鞋仔拢无的山车山村。每天我只能找到一小块地瓜，配着水吞下去，然后迎接第二天。而且因为没有鞋子穿，睡前爸爸会用粗的针把脚上的刺和寄生虫挑出来。捌伫月光之下读册，恰卡偌济囡仔因为热心服务。学英文，幸运得到动物学家丁高德博士的欣赏加帮助。2017年，伊一个人来到台湾，为零开始学中文、练台语，也伫台湾初步生囝。到即马，伊逐个月犹原是省一半的生活费，资助家乡的囡仔。真古的博士的精神并没有离开，他正透过我的双手在传承。我的梦想是在家乡盖一所学校，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小孩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将伫台湾感受的温暖转化做翻转家乡的力量，加对台湾土地甲家人上温柔的话语，留予今年台大毕业生满满的收获甲感动。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不要只想着领导。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推动八大文化基地，伫咧家己新港的工艺园区办交流的活动，希望透过听故事甲行读的体验，互大家做伙来了解新港在地文化。伫100年的老店听鸟车糖的故事，行到后壁的所在，体验做传统的金蕉鱼。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串联嘉义县新港的板头社区玫瑰堂甲林国地美术馆，举办八大文化基地交流活动。我不知道，就是新港有这种地方，对，所以，就是林国志美术馆跟那个教子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说，透过这样的小走读的行程，那一定可以让大家去更了解说。整个新港的文化，整个新港的历史，对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对于在地的推广，其实是一定有帮助的。为着要配合文化部推广八大文化基地，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邀请南部7个县市的文化基地经营者，做伙来嘉义县的新港举办交流会议。要透过活动的举办，除了分享文化基地经营，嘛增加互相认识甲合作的机会。特地把34个南部7县市的百大文化基地的伙伴们邀请到新港体验他们在做百大文化基地是怎么样子的串联跟交流，让这个资源可以扩大。嘉义县文化局指出，目前县内计共有6个文化基地，其中新港乡就占2个。希望配合活动的举办，会当替南部各县市的文化基地增加合作甲交流，嘛替地方创新甲文化影响带来新的发展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讲到看册，敢一定都要用目睭看咧，即嘛用听的是当着时哦。有业者推出了史上头一间有声册店，店内并无传统的印刷册，是互民众透过手机啊、甲耳机来体验听册趣味。咱做伙来看卖。今日这间位伫纽约的早餐店，无看到任何一本纸本印刷册，也无传统的零售册架。有名有声册被大打造，讲是史上头一间纯有声册店，将空间规划做文化俱乐部甲专属聆听室，随现代人生活节奏改变，加上社群媒体推动，有声册市场当咧迎接以前所无的发展。We're seeing audiobooks gaining a lot of momentum. Book Talk is a significant driver of that. There's a community on TikTok where those that are interested in either authors or genres are really introducing new audiences to that space. And even book clubs and bookstores have a bit of a renaissance right now as well. 为着好听册也会当有实体互动感，店内准备300多部热门精选的作品。消费者无阁需要边看纸本册，而是透过实体电视的感应卡，只要用智慧手机啊，轻轻突一个，就会当直接连接到册页面来听，甚至随便买也是点阅，为读者带来无旁连接的数位体验。We have story tiles that are translucent and they're RFID enabled.
So the idea is you can simply tap your phone and it'll take you right to that title page and start playing a preview. You could also sign up for a subscription. You could buy that particular title as a one-off. We actually have rooms set up all around Audible Storyhouse where you can put it into a machine and it'll play in the room or play on headphones. 这间早餐店有3个楼层，除了先进的电视区，也设置配备连接杜比宽视音响的休困室，甲有专人驻点的聆听吧台，针对人客心情甲兴趣，提供客制化的推荐服务。这间纯听觉的早餐册店，毋但为爱有声册的人提供一个实体交流的场所，也成功替未来的街头模式开启全新的想象。公司新闻电为您编译。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这2天是不了好天，不过明仔载就要变天啊。今年的第6号风台强密，今日早起8点变做中度风台，估计明仔载会上挖进咱台湾。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明仔载一直到6月初3，北部甲东北部水汽会较高，嘛较会落雨。明天台湾附近是受强密台风外围的环流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就是北台湾附近还有东北角附近这一带呢，水汽会增多。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各地的山区午后也要注意一下午后的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周2的时候呢，强密台风逐渐的往北东方向转过去了，所以白天各地都是恢复多云到晴。这个风台虽然是未直接扫入来台湾，不过外围环流带来水汽，初3进前较会落雨。因若食风平，包括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甲马祖的影会较大。为今仔日开始到6月初2，往回奥克纳瓦的飞行机抓嘛有变动，提醒旅客要特别注意。做伙来看下半部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4度至30度。还有这3天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